大家好，今日介紹呢個遊戲咧叫做死無對證 Dying Message。咁啊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身份陣營遊戲嚟嘅。咁啊最少可以4個人玩，最多亦都可以15個人玩。透過自己嘅身份啊，使用唔同嘅呢個圖片卡去互相溝通。咁睇下咧邊一個嘅陣營咧最快揾到對方嘅殺手，又或者殺手咧去消滅咗我哋嘅所謂嘅無罪陣營。好，遊戲分為咧2大陣營，咁其中一方藍方咧就係所謂嘅無罪陣營，即係所謂嘅好人嘅角色。咁啊，遊戲入邊咧，除咗有自己嘅每個角色嘅名之外咧，下邊都有自己嘅文字描述，去簡單描述自己有咩能力。咁啊，同樣咧，你都會留意到咧，有啲唔同嘅人物卡上面咧，有匿埋眼同埋擘大眼嘅一個圖示。咁就代表咧喺呢個遊戲入邊咧，有呢個擘大眼去觀察其他人嘅環節。如果你要匿埋眼嘅咧，請你喺遊戲環節入邊咧保持匿埋眼嘅。咁啊，遊戲入邊例如呢個狀況，我哋咧6個人玩，大家咧可以嘗試用呢個玩家嘅幫助卡，咁啊可以睇翻咧建議嘅設置嘅。咁當然，如果遊戲大家都非常之熟習喎，你都可以自己選擇咧使用咩人物。咁啊遊戲，咁啊首先咧，我哋就會將我哋嘅指定嘅角色咧洗勻咗之後，派俾大家每人一張。自己秘密睇完之後咧，就要想盡辦法咧為自己嘅陣營獲得勝利。紅色嘅陣營，佢作為殺手嘅一方，佢嘅目標咧就係要消滅在座嘅其他嘅敵人。咁當然啦，作為藍方，即係無罪陣營嘅平民嘅你嘅目標就係要捉到呢個殺手出嚟啦。咁啊，我哋一開始派晒我哋嘅身份卡之後咧，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會有9張唔同嘅證物卡，就放喺台面嘅中間俾大家觀察。咁喺遊戲入邊咧，最主要會有2個遊戲嘅階段，分別就係所謂嘅行兇階段，接下來就係嚟到我哋嘅調查階段。咁啊喺唔同嘅回合入邊，利用呢2個階段入邊咧，討論出邊個係殺手，或者殺手成功咧殺害佢個目標。首先嚟到行兇階段，我哋所有人咧都需要匿埋眼，然後大家咧各自都會伸出一隻手咧放喺我哋嘅台面嘅中間。咁啊而家畫面關係啦，係啦。咁啊遊戲入邊咧係啦，咁我哋咧接下來咧就會輪住咧，我哋根據我哋嘅角色咧，有機會有擘大眼嘅機會嘅。咁例如以我呢個6人設置嘅話咧，我哋咧第2個步驟就係殺手就會喺呢個時候擘大眼，然後咧選擇一個咧佢想要殺害嘅目標。咁如果決定好一個殺害嘅目標嘅時候咧，只需要輕輕點一點對方嘅手，示意佢被殺害啦。咁接下來咧就會輪到被點咗手嘅人，被殺害嘅人咧就會做到第2個步驟。咁佢就要被殺害嘅人咧，就要嘗試喺呢9張嘅證物卡入邊咧，嘗試揾一個圖片係代表緊佢最後嘅遺言。咁只要咧佢選擇咗之後咧，就可以我哋習慣上可能我打橫設置俾人知道佢選擇咗。咁但係然之後啦，輪到殺手嘅咧，佢就要選擇咧喺剩低嘅8張卡入邊揀多2張係混淆視聽、係假嘅證物，然後咧將佢哋係設置。咁只要我哋選擇晒之後啦，咁我哋咧各自都會收翻隻手，然後咧叫大家係匿埋眼，然後成個嘅行兇階段就為之結束，大家就可以擘大眼睇下有邊3張證物被選擇出嚟啦。當我哋我哋行兇階段完結，係啦，例如今日我哋調查階段我哋就會揭曉究竟邊個係俾殺手殺害嘅被害人。咁大家喺個調查階段，大家可以以大家嘅遊戲節奏去決定咧喺幾多時間內我哋互相討論啦。稍微定下5分鐘，我哋自由討論。5分鐘一到咧，我哋就要投票去選擇邊一個係殺手啦。諗下呢個被殺害嘅人，究竟佢呢3張證物邊一張係佢真正選擇嘅咧？究竟佢揀呢個足球係形容緊嗰個殺手好中意踢足球？佢揀呢個唇膏係代表佢係一個女性？揀呢個戒指係咪代表佢好中意鑽石咧？大家就要嘗試去推論，不斷去討論究竟邊一個係最有意義嘅人。
當時間一到，大家咧就要舉起手投票，選擇一個最有意義嘅人。最高票數嘅人咧，哎呀，唔緊要，佢仲有一次辯解嘅機會。我哋有第二次 second chance。如果佢辯解完，大家都唔係好信任佢，再次投票，佢依然都係最高票嘅人，過半數的話咧，佢嘅就要咧正式被淘汰，係啦。咁換言之，如果我哋投票完，我哋已經投票出一個人物，係啦，並唔係我哋嘅殺手喎，咁我哋嘅遊戲就會接住嚟到下一個回合，又嚟到新嘅我哋嘅行兇階段，然後又嚟到調查階段。咁但係我哋嘅證物咧，千祈唔好抌咗佢住，因為咧我哋都要留翻咧俾大家嘅指示俾大家都知道佢係第一個受害者。佢講咗呢3個嘅證據。咁新嘅回合咧，我哋又會重新打開9張卡放喺我哋嘅台面中間，俾大家咧下一輪嘅受害者咧重新去選擇過嘅。假如投票最高票數成功揾到殺手，係啦，喺6人嘅遊戲入邊，咁我哋殺手只有1個。如果成功揾到，咁就恭喜晒我哋所謂嘅南方無罪陣營就為之勝利噶啦。如果唔係嘅咧，我哋揾咗第2個人喎，係啦，殺手未揾到，咁我哋咧遊戲依然會繼續，然後咧直到我哋無罪陣營揾到殺手。又或者殺手咧已經消滅咗其他人，剩低咧1個人剩低嘅數量係大過或者等於呢個有罪陣營嘅數量，就為之勝利啦。以上咧就係呢個死無對證嘅呢個簡單嘅教學啦。咁希望大家咧對呢個遊戲會多啲認識。咁當然啦，我哋公司 Capstone Board Game 咧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遊戲咧，好歡迎大家去上嚟睇下嘅。